台南知名庙宇安平开台天后宫一直是当地重要的信仰中心。日前换新的主委罗有理，同时并且前安平区长林国明担任总干事，两位结合，就希望用创新的思考，将安平天后宫打造出更加优质的庙宇文化，同时推广到全世界。安平开台天后宫作为台南安平地区重要的宗教信仰中心，同时嘛是全台第一间官方册封的官庙。其中三尊软神妈祖神像嘛是国宝级的资产。日前庙方改选管理委员会由罗有理担任主委，并且前安平区长林国明担任总干事，希望发扬妈祖的慈悲。阮安平开台天后宫吼，是咱台湾岛吼上盖早的迄个官方册封的即个官庙啦。啊，天上圣母，即三尊天上圣母是拢正软身的吼，所以伊会当规身躯会当震动的。啊，伊坐的时阵4尺几，但是伊徛起来吼，啊比咱人较悬，哦，差不多要到7尺悬的。哦，啊，伊的庄严性吼，堪咱会当去家己感觉。啊，这圣母的慈悲，堪伊的庄严。小弟哦，即届会当受到大家的抬爱吼，啊来当选即个12届即个主任委员啦。啊，其实对我讲起来，即个责任吼，相当的重。啊，因为咱安平开台天后宫是咱安平宗教的信仰中心。所以未来咱要安怎遇到咱圣母、天上圣母这个慈悲的心，含对这个宗教伦理的发扬，要安怎较做好势，这是阮这届管理委员会吼足重要的一个工课。主委甲总干事嘛，针对未来希望规划更较侪丰富的活动，嘛考虑将庙方边仔公园改建成妈祖主题公园，并且将整个庙埕规划成夜间休闲的所在，希望带动安平地区夜间的发展。咱安平的时阵吼，若咧到迄个下晡5、6点的时阵吼，啊，就咱足静安尼，吼，啊，大家要来迄个安平吼，啊，做一个迄个游览的时阵吼，到这5、6点就没有亮点了。啊，所以阮委员会吼，阮会思考这点，啊，要安怎甲这个妈祖的文化啊，含庙口的这种迄个左岸的这种迄个系吼来配合咱的观光吼，啊，把它带动。啊，阮的构想是伫咱这个左手边就有一个三角公园吼，看能不能把它作为一个妈祖的公园，然后配合大家晚上有街头艺人啊，有那个舒适凉爽的这个咖啡屋啦，或者怎么样啊，大家能够聚在一起，而且这边都完全没有空气污染，相当好，配合我们的安平古堡，整个这一种那个观感跟那个心情的舒畅哦，能够在我们那个安平度一个非常越好的那个晚上。同时，针对香客大楼庙方嘛规划重新整理内装，以与神同行作为概念，设计妈祖为主题房间，让信众会当近距离接触神明。香客大楼哈，因为我们已经20几年了，一直没有再重新再做改建，但是我们现在有一集思广益，大家有一个构想，可能会做一个那个与神俱进、与神同在的这种思考，要来做一个改善。啊，希望我们策划完成以后能够给我们的所有的信众有一个耳目一新的那个感觉。比方希望透过未来一系列规划，带动安平地区的发展，都要让更较侪观光客来到安平以外，带动周边的发展，也希望让更较侪人了解妈祖的慈悲，感受到妈祖神威。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